长成元旦，因为有一寡爸母会专工算日子，希望会当生出元旦红婴仔。因若伫台中的茂盛病院，去年元旦有生出7个红婴仔，也毋过今年的元旦一透早敢若2个妈妈在等要生囝。即嘛表示，即嘛咱少年人无爱生囝，台湾少囝怀问题是一年比一年还阁较食力。来到人世间，元旦早起8点33分出世的查甫婴仔重2900克，护士阿姨抱着咧，先甲妈妈来拍招呼，也有确认有健康无。欢喜迎接心肝宝贝，爸爸抱着咧是愈看愈欢喜，不过爸爸也是希望后生生妈妈较好。像妈妈好一点啦，不要像我太调皮。位伫台中的茂盛病院早就传好，亲像2包的枕头要送互伫元旦出生的只红婴仔。不过，甲去年元旦接生7个来比较，今年顶半工敢若接生2个。院方讲，今年龙年恐惊出生率是增加，出生率上悬的龙年有超过42万的新生儿。顶一摆龙年也挖过23万人，今年恐惊出生无到13万人。本来在龙年的话都会止跌回升，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种状况产生，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。当然生不如死，这个已经没办法反转了。国内新生儿人数连续8年负成长，109年也超过16万人，不过112年已经落到13外万人。去年到11月统计，新生儿有12万2360人，那12月出生数无够多，有可能继续连续创下9年负成长。妇产科医学会指出，低出生率甲社会甲经济条件有关系，也若晚结婚甲晚结婚，这个影响也是真大。现在人都30几岁才结婚啊，受孕率跟20几岁的人比起来，其实就比较低了。等于是能够受孕的能力跟时间都比以前要少1半以上。很多人就会不敢生，或者是不愿意生，7折8扣下来的，跟以前比就剩下1/3了嘛。中医台新竹妇医早起9点半进前，总共出世5个自然生产的元旦的红婴仔。新竹县长杨文科也特别到病院来恭喜，院方也送这个伴手礼。茂盛病院讲，未来5年新生儿人数恐惊会落到12万5千人。未来避免新生儿人数继续降低，政府需要提出有效的社福加劳工的政策，才具体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